新闻头起先来看今仔日方便通气天气无稳定，各地头拢会落阵雨，也是雷公雨。部分地区可能要注意会单雷公风嘛正透。若气象署目前是针对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。今天还是要留意，像是在北部、东北部的这一带，下雨的时间比较长，而且在山区的这一带呢，可能会有比较显著的降雨出现。那至于到晚间呢，随着整体的锋面云带逐渐的往南移动之后，我们的降雨的状况上面整体趋缓。那在中南部还有东部、东南部的这一带呢，还是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出现。在北部、东北部整体来说，白天的气温也都是感受上比较凉一些些，尤其在今晚到明晨以及以周六的清晨。这段期间，各地呢早晚都可以感受到比较凉的气温。气象署表示，西半部可能会上大雨，地势较低所在要注意可能会积水，山区嘛要注意会水崩山、落石头、溪水岔流，若无必要，就尽量莫去山区。下暗方面，就会刷起巴士海峡，北部甲东北部地区雨就会较停啊。